另外是观众欢迎收看10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新闻一开始，先给大家报告一个福音。为了让急性血管太条患者会当缩短66分钟转诊的黄金治疗时间，市府卫生局甲成大合作建立了急性脑中风的转诊平台，来为市民健康把关。若不幸发生急性脑中风，上要紧的就是替病患争取到治疗时机，因为若是延误到黄金治疗时间，中风的后遗症恐惊会造成社会、经济、家庭以及个人的重大负担。对此，台南市政府支持成大病院建立急性脑中风转诊平台，争取黄金治疗时间。透过成大团队，还有成大医学团队，我们林教授，成大医工团队的一个努力，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转诊的时间，从原先原先是280分钟变成178分钟，已经降低了100多分钟。所以说，在疫情期间反而比疫情前还要好。我们一般来讲说碰到因为疫情，大家还要再做很多的，譬如说做 PCR， 在先前做 PCR， 现在还要做快筛，还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病患的一些住院前的一个准备。但是我们的转诊时间反而减少了。这个很谢谢我们成大的团队，还有谢谢所有我们责任医院的团队，大家一起携手协力。台南市目前共有13间病院参与这项计划，提供急性脑中风患者进行静脉血栓溶解药物治疗。其中有3间病院，包含成大病院、基美病院以及安南病院，会当进行较困难的动脉内血栓移除手术治疗。就是大家资源是共享的，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努力。你看，3家责任医院可以把这个做取栓的动作，其他10家的就是可以做初步的血栓溶解，这些的一个手术。所以对于病人来讲，我们的预后是差很多的。因为我们脑中风目前在10大省市是第4名是第4名。那更不要讲因为脑中风而造成残障的这些。所以我们未来希望台南市未来失能的人能够减少，也就是这个紧急医疗重要性。这套系统是由成大病院中风中心甲成大医学工程研究所教授林哲伟合作建立，为去年10月正式投入急性欠缺性脑中风转诊。经过统计，明显予大血管塌条病患自症状发生，经由转诊到会当接受动脉取栓的病院，时间缩短66分钟；接受动脉取栓治疗前的脑部影像评估时间缩短86分钟，并予该类病患实际接受动脉取栓的时间缩短达到62分钟。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迎接热燃者城建城48档由安平民间所发起的庆生会，今已经迈入第5档，除了参与人数愈来愈多，这声唱出安平48档的祝福以外，真侪店家嘛热情准备碰饼、虾饼甲鸡卵糕，甲大家分享，祝福古堡399岁生日快乐。为迎接2023年安平古堡48周年，由民间自发性的庆生活动，对395岁就已经开始。今日10月25拄好是399岁生日，现场除了齐唱生日快乐，安平财主施碧芳嘛创造安平48档，唱出真感情来祝福千千万万年。48档，我要为你来唱歌，大声充满对你的真意爱，祝福你千千万万年。
一档比一档盛大的庆生会，其实5档前是由在地林锡田夫妇、欧在营、卢建德、陈义添以及文珠社区等热心人士所发起。陆续社区商圈、当地各种食客以及饭店业者拢加入愈来愈热烈，希望唤起大家对台湾这片土地认同跟热爱。我们办这个活动让它能够引起呢我们这个在地的或是呢研究文史的，能重视这一块文化，包括它有4000年的历史沉积在我们这个古堡里边。然后呢荷兰时代我们安平已经是对外的一个港口，可以说是我们已经向世界打开了一扇门。我们最大的这个航点到日本，然后西边到大陆，南边呢到这个印尼，甚至到欧洲。所以呢，在安平这一块虽然小小的地方，但是在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它的历史地位应该说是相当的高。好，我们庆祝这个活动，也希望唤起大家对这个台湾本土意识的重视。399年前，咱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咱台湾，然后在这个所在，要来起一个军事要堡，所以有伫遮做一个奠基的工程，所以拄好是伫咱的1623呐，1623的10月25。所以，因每一年咱伫安平遮，一名朋友拢会来发动一下这个纪念的活动，嘛庆祝咱安平有这个城市跃升在国际舞台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所以，咱今天特别代表市长黄伟哲来到我们安平古堡这里，那也跟我们安平国中石门国小这些小朋友一起来帮忙我们这个安平古堡来庆生。那虽然它跟我们的400年刚好有1年的差距。不过实际上，他们明年在这个奠基400年的部分，也会做更盛大的这个活动，那来呼应我们2024台南400年相关的活动也会陆续推出来。今年当大家热烈替安平古堡庆生的同时，日前文化部决定将古堡内2位固定古迹合并，更名热兰遮堡所引发的争议。后才理解，安平古堡本来就不是古迹的名，就是俗称。徛伫地远的立场，安平就是因的故乡，厝就是伫王城，用欢喜心每一档来庆生。我想讲，遮济回来，阁会当来遮佚佗啊，阁会当看大家，都欢喜的啦。我从那个395年开始呢，参加这个游艺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安平在地人呢自己自发的，家在王城。翁城是大家的荣耀，所以每年一定千万都要放下所有事情来这里祝安平生日快乐，因为安平是大家永远的家，永远的荣耀。我觉得历史的叙述有各种的方式，可是热兰遮堡的事件呢，事实上我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之中，我们只是给它个定名，可是名字的本身，我觉得历史作者可以去讨论。但是家的意义是在地人给它定义，所以对我们来讲，那才是最重要而且最充满爱的。2023年就是建成400档地方及台位古堡的庆生，更盛大圆满。台南新闻军及林银根采访报道。这2档受疫情影响，真侪国际体育比赛拢暂停举办。今年相当难得，由中华民国篮球协会甲市府合办的国际3对3篮球比赛，邀请来自10个国家16支队伍前来参加，嘛成为台湾历史上赛程上界精彩国际篮球赛。在主办单位规划之下，来自10个国家。16支球队的选手，21号暗时在南胖购物中心的金色山脉举办选手之夜，宴请所有选手。因为因在22号、23号将伫咧市府西平广场拼冠下。Number 8 driving to the basket. Rita Chopin, back shot, no good. Now turning over the ball. Shot clock 6-5.
我们这次很高兴有10个国家，然后包括台湾的队伍，然后总共有16队。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这场比赛有世界第1名的队伍跟世界大概第10名或第12名的队伍在进行对战。然后这次来的世界前10名的队伍总共有5个球队。然后我们很开心，这次能够把这么盛大的比赛，然后在我们台南市举行。然后我们希望未来呢，也能够希望这个国际挑战赛呢，能够在台南每一年都在进行这样子。这国际队伍分别是来自塞尔维亚、比利时、立陶宛、蒙古等世界排名队伍参加。赛事是非常精彩，虽然咱台湾嘛有派出队伍参赛，但可惜止步伫8强赛。经过2天的赛程，最后由塞尔维亚拿下台南站的冠军。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伫南区安平区今日的选战当中，议员吕维英号召50位车友，除了到宣传，嘛借出鼓励民众骑电动车来台南环保观光，用行动来支持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议会头前摆满一节电动机车，甲陆续来车友组织，大概拢是以电动车成为交通工具。这回伫南区安平区今日选战当中，议员吕维英除了号召大家到三港宣传，嘛借此呼吁民众用行动响应环保，选用先进的电动机车来游台南，希望带动成为一种流行。借由选举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是要诚挚的呼吁大家，其实2050年。是世界零碳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所以在2050年到达之前，其实我们要做好准备。那其中移动式的这个污染源其实是我们相当关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一群年轻人的朋友纷纷的投入电动车的市场，不管是 Gogoro 或是中华电动车那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未来电动车是世界的一个主流，它也是节能减碳最重要的一个方式，而且它有极大的一个便利性。那相信我们越多人骑电动车，可以为这个城市带来更加的美好。中央已经制定2050年朝向净零排放目标，嘛是世界潮流。所以议员号召少年人伫交通工具顶面，除了坐大众运输，上直接就是骑电动机车。当然，对议员来讲，嘛是无同款的选战策略。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
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成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受疫情影响嘛，带动了所谓学习。22号，中华白丝带关怀协会伫新北市举办论坛，邀请各界精英共同来关心所谓时代儿童少年，爱因如何面对影音的权益。白丝带关怀协会长期致力于关心青少儿数位学习、网络两性教育。22号，白丝带关怀协会办理2022媒体天空领航员秋季论坛，当天分为上下午共4个课程，包含影音媒体创意制裁权、数位时代影音权益、影音媒体儿少健康权及影音媒体社区行动。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表示，透过课程讨论在使用媒体可能会遇到的问题。2022媒体天空领航员的秋季论坛的主题是数位时代的乐听权益。这当中我们会从乐听人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上出现许多充满创意的梗图。那当然，目前在网络上有许多的影音的节目跟自传自媒体的内容，这里面会碰到有一些是使用音乐版权的部分，所以我们也除了关心一些创意，也会关心在网络上面音乐智慧财产权的使用。那在今天的下午的部分，我们则会邀请到国家地理频道的制作人、纪录片导演来谈目前在跨国频道当中，怎么样能够来展现台湾的形象跟台湾的观点。随着科技的发展，使用媒体的人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方便。黄薇薇表示，也因为如此，希望透过课程让大家明白，即使在网络上，也要尊重他人的智慧财产权益。那我想，我们这一次白丝带举办的媒体天空领航员的秋季论坛，主要就是希望让大家来关心，不只是网络上是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同时它也是一个要尊重他人智慧财产权益的一个自媒体的空间。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目前在台湾谈到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发展的国家，那我们在言论自由还有在一些保护人权上面的分寸应该如何拿捏。2022媒体天空领航员秋季论坛自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4点半结束，共约150人参与课程。4个主题演讲透过各界精英分享不同例子，希望借由论坛让民众们关心数位时代下的影音权益。记者林映彤新北采访报道。来自日本合作北海道之星的冰淇淋品牌，10月25嘛来到台南百货开设快闪店，不过到底滋味如何？业者表示，预计该店到明年1月31号，欢迎亲自来品尝。白色的普通型线条，淡薄仔牛奶香味，佮搭配浓格酥饼，来自日本有北海道之神之称的超人气冰淇淋品牌。
10月25号来到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开设快闪店。因为觉得就是大家很久没有出国了，然后因为它只有在台北才有，然后就是从北海道之前有吃过这样的一个口味，然后觉得很棒啊，也是北海道恋人啊的那个饼干，然后就很想要快点来大快朵颐，所以今天第一天就来快点来享受了。无同于一般的冰淇淋，加了25%的开幕，加12.5%的乳脂肪。放入去嘴内底入口即化，柔顺丝滑的口感，让人吃甲就煞脆的。它的口感还蛮浓郁的，就是巧克力也不会太甜，或是它是那种偏苦的那一种，我觉得它的味道不会到很假，就是不是化学的那种味道，是天然的味道。然后它的牛奶成分就是非常的浓郁，巧克力也不会过甜。除了有完美的口味，还佫有着足水的造型外观，互大家摕摕了后一直拍卡翕相。目前的口味有牛奶巧克力顶口味，店家嘛预计伫11月的时阵推出新品，欢迎大家前往品尝。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台南市各区优质的农产，并支持在地小农，农业局甲台湾偏乡畜牧协会23号举办一场特别的宴会，邀请总铺师将东山出产的农特产品入菜，让消费者会当品尝来自东山的好滋味。偏乡畜牧协会创会理事长徐英军表示，偏乡留袂住少年人。主要是因为无工课机会，而有一寡小农因为理想甲坚持，因是以古法也就是有机方式栽种作物，但因为欠缺行销经费甲通路，无法将因的优质产品介绍予偌济人知影。偏乡畜牧协会特别来到府城真有名夏林海产寻求合作，希望会当做伙帮助偏乡小农行销。营军理事长能够对东山一直都很付出，我们经营夏林餐厅也很荣幸能够有机会跟东山的小农来配合，第一次把它推广到市区的餐厅里面。希望我们这次可以办得很圆满成功，大家多多支持东山。我们这次的产品有那个丝瓜，好吃的丝瓜，然后还有麻油，还有龙眼干，然后还有咖啡，然后火龙果跟青皮椪干都是当地在地的农产品。市府农业局也相当重视这届活动，局长李建宇嘛特别高调支持。大家想要从咱东山、咱的青农、小农所种这无毒好的农产品交咱夏林海鲜餐厅做一个结合，我想这是一个做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咱定伫国外看着讲做国外做的餐厅，因拢甲咱的偏乡一寡小农买做一好的物件，来餐厅食咧煮食，或者迄个顾客来遮采购，甚至讲因嘛从这采购食材，这提供食材，这咱这青农小农的基本资料放伫店内底。所以做对咱这小农、青农的朋友，拿来进行店食看到时阵特别有亲切感。我想伟哲市长一直杀咱的健康无毒的食材，这是一个做的开端天下第一东山叶菜色包含幸福丝瓜云吞面线、夏林的茭白土托鱼糜、野姜花鲜鸡汤、古早味麻油松板猪丁丁的菜色，不过又有特色菜肴，也好真侪顾客学了解特质。很好吃，很特别。有没有哪一道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特别推荐松板猪很好吃，那个味道很好。活动现场不但有美味的料理，嘛有展示大厨花件咖啡，还有小农的红龙果丁产品。协会主动出击，就是希望将这东山出产服务产介绍给各界民众认识。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